大家好，我係柱婷。大家好，我係 Kai 大家好，我係阿龍。雞啊！係23年前咧，唔係我當初玩跳繩咧，其實就係羽毛球嘅體能嚟嘅。個老師又教一教我一啲好基本嘅動作，跟住覺得我都學得快，就問我有冇興趣學花式跳繩呢項運動啦。咁嗰陣見幾得意，就話可以試下，可以玩下嘅。都係小學2年班開始嘅，個老師就係見我跳得好似 OK 喎，咁啱學校有校隊，跟住佢就問我入唔入校隊，咁我就開始咗成個跳繩嘅生涯。20年應該都有人，係啊20年。我就都係跳咗20年，係咁，但係我就遲啲先開始跳，我就係4年班先開始學跳繩嘅。跟住個老師見我協調得幾好，跟住佢就問我有冇興趣繼續學落去，跟住就開始咗跳繩。我同阿 Lot 就組隊先嘅，我哋係09年嗰陣咧就組埋一 team 噶啦。如果加埋 Kai 嘅話就係12年到，咁但係我哋開頭都係組係叫男子組嘅，就唔係混合組嘅。如果係以呢一個組合嘅話，我哋應該係今年先得係呢個組合，第一年呢個組合，因為咧參加過好多屆嘅世界賽啦，咁其實最好嘅我會當係第一年攞個人賽總冠軍，嗰年應該係2014年喺香港主場攞男子總成績冠軍嘅，但係嗰年就係第2年嘅男子團體總成績冠軍咯，所以嗰年咧就係雙冠軍嘅，所以呢一年都可以算係最難忘，因為就喺香港自己主場拎啦，同埋拎個團體總成績之前咧係大家喺紅館出邊係喊住準備係諗住拎唔到，因為嗰次係有一個項目係一個幾大嘅失誤啦，咁就真係有機會因為嗰個失誤咧就搞到我哋變咗第2或者第3咯。應該由12年開始，跟住12、14、16、18連續4屆嘅男子團體總成績冠軍咯。16年就相對上我參加嘅項目會多啲，咁我覺得我自己投放嘅時間同埋汗水啦會比較多啲，咁我就覺得對我嚟講會難。嗰一年就跳咗一套好好睇，我自己覺得好好睇嘅一套交互繩嘅花式。係啊，咁嗰套交互繩花式我到依家都間唔少會攞嚟睇翻嘅。12年一次就喺美國教嘅，第一次攞世界冠軍，嗰個感覺係喺一個最大嘅舞台度俾即係能夠攞到呢個殊榮，係嗰個感覺係好感動啊，好似發緊夢咁樣啊，有少少似夢想成真咁嘅感覺。最好成績我自己覺得係16年嘅，即係隊伍嘅成績咧就係第3年攞到世界冠軍啦，同埋8、9成嘅項目都其實都真係做得好好啊，係啊，有一個項目仲要即係破埋晒紀錄，係咁啊，咁啱嗰一年自己嘅個人項目又好巧合咁就攞到冠軍咁樣咯，係就個人花式咯。我自己覺得暫時香港運動員都係中上至上嘅水平嘅，但係喺呢幾年咧喺速度方面係比其他國家追得好快嘅，即係日本、韓國、中國佢哋啲速度係上得好快，甚至係快過晒我哋香港嘅運動員。但係喺花式上邊嘅話，暫時都應該大家都仲係差唔多。應該今年先真係會見真章，究竟轉咗個新嘅制度下，大家花式係啦。但係 overall 我估而家都係中上嘅水平度咯。因為以前講緊讀書嘅時候，我哋堂與堂之間可能有啲空檔嘅時間，我哋都可以攞嚟練習。但係而家翻咗呢一個 full time 嘅工作，就基本上都冇㗎啦。係啊，就係等放工嘅時間，去到練習場地都7點，跟住就練3個鐘，3個鐘練完之後就翻屋企休息，就第日再繼續翻工，就係咁樣咯。咁所以相對上練嘅時間啊，就少好多，可能喺體能上邊就會冇而家嘅新一代咁好咯。如果冇佢哋嘅話，我諗我真係隨時都已經放棄咗㗎啦。咁但係好彩有佢哋嘅支持，俾好多方法、唔同嘅鼓勵我。我諗最難係好難有一個好穩定嘅場地咯。恆常嘅練習就係一個禮拜3日嘅，咁可能有2日咧都係會有一個好穩定嘅場地咁樣嘅，又係一個學校嚟嘅，可能係學校嘅禮堂。咁但係另外嗰一日咧 book 唔同嘅地方，可能係唔同區嘅體育館，係啊，咁而且 book 嘅時候咧都重要，可能因為我哋有啲即係唔同嘅身份啦，可能有啲係跳繩教練，有啲係全職嘅返工，有啲係學生，咁我哋就要睇下即係就一個大家都夾到嘅時間地點，然之後再要同人爭場，咁就係好難一個好穩定。即係可能有時我哋想早啲練，可能練7至10冇場，而要練到8至11，咁可能11點
你練完啦，翻到去都12點幾，跟住第二日可能再要翻工，咁就我諗場地最困難就係比較唔穩定咯。其實我而家都仲跳緊，原因係可以咁講，我就係話跳繩係我 comfort zone。放工好攰嘅情況下，但係其實你問我練繩會唔會攰？但係攰嗰個過程有身邊啲隊友一齊去攰，嗰個陪伴嗰個過程咧係我一個舒壓嘅方式咯。冇辦法，因為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啲傷患真係開始已經係出晒嚟啦，即係啲腳係好有心無力，你好想跳到好高啊，但係一跳起嗰下，隻腳就好痛，跳唔起啦已經。咁但係點解我到而家仲會跳呢？咁可能真係好享受成個跳嘅過程，即係好似啱啱 Carmen 咁講啦。跳嗰陣有一班隊友一齊訓練啦，咁就算辛苦咧，都係覺得好開心。好想繼續將花式跳繩呢樣嘢係用唔同方法嚟表現俾大家睇咯。其實我最主要繼續跳都係因為即係隊友，係因為同佢哋練成咧，即係雖然練嘅過程一定係好辛苦，或者即係有好多個 moment 咧都係會就係抽筋啊，或者成咁，但係同佢練成真係會即係好開心咯。可能練下就有一樣嘢就會可能令到我哋可能少咗5分鐘或者10分鐘咁樣嘅，即係都仲想試下自己啦，可唔可以去到最高個位咯？可能喺我哋呢一隊，我哋都想同一啲香港嘅女運動員去即係組隊，令我可能我哋幾個經驗，之後就帶一啲即係女嘅運動員，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衝擊下即係總成績嘅冠軍咁樣。上一年嘅美國世界賽咁啱就有個隊員就即係受傷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哋就冇得原 team 一齊去，我都覺得仲係有少少遺憾，所以就即係睇下，既然佢哋都仲想跳，就諗住睇下有冇機會即係再衝多一年咯。